木棉道这一条，这是应该是在80年那时候，大概那时候就是，一直在提倡种树，刚好就有一批这样的一个木棉，他就说，好像有人要把这些木棉丢掉，然后他就说，要不然来，我们就来种我们白河这边，所以从那边大概这样快要是种了大概20-30年了。最重要是交通问题，应该要改善，要比以前更前卫。应该跟里民找一定块地，农民找一块地，让提供一个便利的停车管道，这是我的建议。欢迎大家来白河扫木棉道。哇！今年咱的花长得开，长得水。咱今年咱的白河区公所赶快的用市集，然后我们农民伙伴以及我们整个表演活动来为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点缀。来这边，然后去了其他的地方，再上网一看，就看到这边可以过来看木棉花，感觉上很浪漫的哦。慢慢的走一下，然后再一直想照片嘛。对，要拍很多照片。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您看过木棉花吗？在台南欣赏木棉花最著名的地点就在白河林出皮。这条道路周边种植了大约793棵木棉树，曾在2015年被选为世界最美花道之一。今年花季活动自2月下旬开始，欢迎民众亲自前来欣赏世界级的美景。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台南的这个木棉花道其实就是以林出皮最具盛名。它是全世界在2015年的时候被评为全世界15大木棉这个林道漂亮的林道，也是亚洲唯一入选的。我们除了鱼有龙焉之外，我们更要把这个景点经营得更好。目前为止花开的还不多但是随着气候的转变，我看大概下个礼拜开始花就会开得很漂亮。当然，这个地方的经营从过去历任的这个区长。镇长还有县长、市长，大家一起努力。我相信印证了，除了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之外，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有心经营一定会更加兴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值得我们再努力，能够让北台南的地方找到一个更漂亮的这个秘境你看我们这边有林出皮的木棉花，有落羽松那还有许多像后壁老街像这个青寮老街这些的地方，我们都一步一步把这个地方经营起来，让台南更成为一个宜居、宜游、宜住、宜旅的地方。希望大家一起来。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4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目前一直有欠水的危机，市长上午特别前往永康水资源中心，关心再生水厂的新建工程。市长表示，一期工程预计8月完工，除了稳定提供南科等高科技产业，每一工8000吨的工业再生水，嘛会提供每一工2500吨非一般饮用的民生用水，希望将可能限水的冲击降到上低。这个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甲再生水厂，拄来是全台湾第一座会当供应高科技产业的污水处理厂。面对即马欠水危机，完工以后每一工会当稳定供应0.8万吨的再生水，予民生来使用。目前完工已经9成，上午市长特别前来关心，包括营建署、南科管理局等单位拢到场，会中提出水利局长的简报，5万加减所该用水的难关，嘛降低南科产业用水的竞争。7月份是安平水那个再生水的推动计划。那在106年分别获行政那个核定之后，那永康这个水质中心含那个再生水厂的部分
是在那个108年1月份，我们签订契约及开工。那到今年110年3月份，大概已经有历时了大概2年的时间。那已经它可以初期可以现在完成就是我们在第一阶段的现在目前8000吨的一个供水。刚刚有跟市长报告，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那个在4月份初期可以先提供到2500吨的水。那到今年的5月份开始逐量的提供到8000吨。那这些的相关的一个水量的部分呢，因为我们会受到那个到南科的一个配水池我们用水真的需要节约，除了要开源2个方向，第一个是老天给我们的水，第二个是我们用过的水如何再生，第三个当然有人提到海水淡化，不过那是未来的事情了所以我想。永康再生水厂一方面来看这个进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在这个现在的严重枯水期，能够提供至少是初级的再生水，能够提供给一般非饮用的民生使用。那这点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再生水厂。那估计现在在试运转期间，一天能够提供2500吨，然后。接下来的目标是一天能够8000吨，那这个水质的部分现在还在做调控的动作，也就是说，将来如果调得比较好的话，那可以使用一个，甚至可以提供高科技厂，它的一个对水质的要求。面对欠水危机，市长表示，除了祈求天公伯啊落雨，现阶段上要紧有效的就是再生水的永续利用。当然嘛，呼吁民众一定要节省用水，不希望产像大台中已经行到规工减压供水的阶段。电新闻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目前6都拢有设立搜救犬训练的专职制度，不过咱台南市却是由搜救队员来兼任。对队员的负担，甲搜救犬的训练拢是问题，所以议长郭信良接受တင်情，前往消防局大桥分队来关心，嘛了解训练场地不足等问题。不过，伫会勘的过程，议长因为不满消防局长的讲法，而发生争执，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几只就是担起救援、找找生还者任务的搜救犬，其中2只也阁是国际认证，嘛是第参与过花莲地动救灾。目前全台湾只有6只，台南就占了2只。不管是听出各种的指令，走水平楼梯、行会震动的平台，对训练有素的搜救犬来讲，拢是一口气完成。不过就专业来看，现况的场地甲专职的人力需求也是有落差。困难是我们人的问题吧，因为我们有4个临检员，我们这边的标准的配置是15个，那15个再扣掉4个的话，我们一般勤务是没办法去做到调配的，所以他们是比较辛苦一点。就除了一般勤务以外，还要到养狗的动作。那至于说你要做到专责什么，这举的政策问题，我是没办法跟你考量到，因为包括人力问题，我们是没办法去做到。这个问题可能要问上面。对此，议长郭信良接受တင်情，上午前来关心，除了要求在水局另外找现地空间来评估换场地，嘛希望调向专职的人力，或者搜救犬得到上好的照顾甲训练，嘛避免队员要出勤，该利用家己下班时间来训练。不过沟通过程，局长讲归去换人的发言，却引发议长不满，气氛一度危急。毛议员跳出来等言。现在消防队员很多人都要来养搜救犬，如果你们4位不想干，明天我就换人，一大堆人要做了，同样的勤务了。这4个换掉，这4只狗就隔去啊啦。没了，没了。这教练训练狗啊，这你是捌啥？教练训练狗啊，我使一目睭叫伊坐，伊就坐啊。中啊，伊就随知影。我知影，这我知影。了，这4只狗就隔去。你这个够专业知识嘞，你这叫局长，你够专业知识嘞。含这个也唔知影，你是咧捌啥？我啥物唔知？我知啊。啊，你知影了？你讲4个要换掉？啊，因为敢若一个值班尔，伊就，我做领导者，我袂使占伊。啊，你值班了，内底人甲你讲，互因2个人做专职的训练员，安尼敢唔对？这样不对吗？可以研究。对啊，安尼就对啊。啊，你咧手机啥？我找因来沟通过呢。你是咧手机啥啦？你是咧手机啥啦？哈啦。这非常稀有啦。啊，互专职人员有排时间互因做，
算很专责啦，伊毋免都参加什么消防队的勤务啊。安尼这狗啊，唔够路用，对不对？国际认证的台湾的搜救犬很少，那台南市就占了2只，所有6都里面，我们台南市占的最多。那整个的环境呢，我希望能够倒是看起来呢是比较训练的场所呢，希望我们的财税局呢提供一个适当的让这个搜救犬呢能够训练的场所。那消防局长也答应说，今年这一批人进来的话，那我们的训练员能够专责的专心来训练这个搜救犬，因为2只搜救犬明年就要退役了届龄，那新的呢搜救犬要递补上来。那所有的训练员呢，非常的辛苦。那我们希望能够保持这种优良的传统。台南市的搜救犬的数量不变，但是成果成效一定要比其他县市好。那么预防万一，永久保安。市长甲这议员出面，就希望让代志圆满解决。所以如何调整勤务，或者是加法定条来变通，甚至调向专节，拢希望创造多赢局面。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号称台南市信义区的平实营区开发，目前有业者申请要做夜市啊，但是也未出地这条的夜市啊业者已经伫国防部的土地动工，并且对外招商。台南市会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要严格把关，同时请检调来进行调查，是毋受道理，以确保摊商的权益。台南市政府伫今年2月初才发表，要伫平实营区起社会主体，调向台南信义区来规划。想袂到1个月后，竟然传出有夜市业者要伫平实营区来申请经营5000平的夜市，而且已经伫地上来画架有水电。议员质疑，到底敢有申请合法，或者是背后有人咧撑腰？既然市府有这样子的宏图大志，要做台南信义区，你不要让我们老百姓被你们糊弄的精神错乱、交通错乱、景观错乱，未来的前景到底是什么？市民乡亲给民进党朋友那么高的选票，你告诉我们要帮我们擘画一个台南信义区了，请问一下，这样子下去会不会让我们乡亲百姓问，原来信义区就是这边的50万1坪的豪宅，以及这边的，当然我不知道未来这个摊商夜市的呈现是什么。现在我们的业者已经对外沸沸扬扬想说我们这个即将要完工了，那也已经开始在招商。目前我们知道说1个是4000块的费用，那仅有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大家会很质疑，到底这个背后有极大的什么利益关系吗？为什么我们的业者会这么的着急，在还未经由市府通过这个证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招商还没有申请就已经大兴土木，从过年前就加紧施工了，因为伊认为讲无合法的嘛是会当营业你也唔敢甲他安怎因为牵涉到这摊商因的生计他就是看准了这一点，他认为说在台南市48个列管的，结果只有14个是合法的，那么30几个还可以生存，表示它也可以属于那30几个里面这是市政府的管理机制在哪里对此，市府经发局市长处回应，目前确实有业者提出申请，不过市府搁伫审核的当中。呼吁我们所有的市民还有我们的朋友这个业者尚未取得核准那请市民不要以讹传讹说他已经有取得这个相关的许可，这个是绝对没有的事情那业者的这种行为可能已经有触法之余那也要在这边呼吁这个所有的市民千万不要相信。那另外我们有另外补充的一点我们对所有的申请案都是一视同仁公平公正公开的也不会有党派之分。议会国民党团表示，当初市府将平实夜区开发调向台南的信义区来发展，现在变成夜市，不但让人有错乱的感觉，而且业者搁伫还未取得合法的执照进前，就对外来招商，背后牵涉到庞大的利益。议会除了要求市府要严格把关，另外嘛希望检调单位会用介入调查，看是毋是有涉嫌道理。
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大运动百会每当拢会邀请偏乡的学童参加圣诞节公益点灯活动，而且为了鼓励学童创作，佮会举办作文佮画图的比赛。去年竞竞比赛成绩4号下晡嘛正式来公布。2020晚八公益圣诞点灯精选比赛，选出画图组前3名，第1名圣贤国小李明宏，第2名地头港国小张云兴。第3名圣贤国小陈长志，以及作文组第1名文和实小陈君毅，第2名文和实小魏文慧，第3名文和实小洪淑珍。这6位小朋友得奖，由台南大碗爸店长徐胜斌亲自颁发奖金甲奖状，鼓励因爱继续创作。邀请了台南市偏乡学童总共12所351位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里面我们包含了安排了他1日的一些行程包含了用餐逛百货，然后另外还有最重要是晚上的点灯活动。那我们每个小朋友也赠送他1双运动鞋跟一些礼品。我们希望小朋友能够在这个活动里面有一个美好的回忆也希望说小朋友能够用绘画或者是用作文的方式把这个美好的记忆把它留下来。所以我们办了这次比赛。那也希望是说每个小朋友能够在以后有能力的时候能够来回馈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作品会当得到评选青睐，最后会当得到奖状甲奖金，也让每一位参加小朋友拢非常的欢喜。非常感谢各界的善心人士。常言道，施惠勿念，受恩莫忘。今日受到您们的协助善行，已烙印在我心头上。未来如有能力，必仿效您们的善行，将这一份爱传递到社会角落。这次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拿到第1名然后有奖品，你觉得感觉怎么样？很好。你想要怎么利用这笔奖金？我要存起来。晚八公益点灯活动已经持续举办在当，除了送予小朋友圣诞礼物、学习感恩之心，嘛请因吃大餐、教导礼仪，并办理作文甲画图比赛，加深伊的印象。百货业者嘛希望借由这项活动，和更多社会大众共同来参与公益。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曾经代表台南市参加一个溜达比赛，得到真侪奖的小游伟，因为后生伫8个月大的时阵有开刀手术，造成身体虚弱。小游伟想起家己做山手的时阵，妈妈拢用地鸡精帮伊补身体，所以伊嘛用地鸡精来帮后生补充营养，恢复健康。现主时，小游伟家己创立地鸡精的品牌，希望将健康分享给大家。过去曾经是柔道选手的小游伟，伊伫毕业后伫北部从事肉品批发的工课。伊的后生伫8个月大的时阵，因为队重的原因接受手术，原本白白胖胖模样，却因为开刀后消散落肉，互小游伟真心疼。一心只想互囡仔赶紧恢复健康。后来想起母亲伫做柔道选手的时阵，用地鸡精帮伊补身体，就开始家己动手制作地鸡精。囡仔食了嘛，正经恢复健康，所以，互小游伟对这项老祖先的智慧补品真有信心，成立金科威补天地鸡精这个品牌。我儿子在8个月的时候，他出生8个月的时候，他得了有疝气，那刚出生的时候胖胖的很可爱，那因为疝气的关系去开刀，那开完刀之后对消散了吧，那时候我爸妈知道，我妈妈就是做阿伯这下补完去，完了。以地鸡精，互阮来补安尼。伊早期我嘛是运动选手，较食药受伤啊，啥物货，元气较不足，咱佫无钱通去买营养品，要什么高蛋白来食，所以妈妈阿嬷还用古早人的智慧，来做这个地鸡精。也因为过去是从事肉品批发工课，
让小友伟对着肉品的好歹有真悬的了解，所以伊制作猪家精的鸡只，拢是选用花东的土鸡啊，而且就连制作猪家精的机器，嘛是家己开了3档的时间，甲大批金钱慢慢研发出来的。这台机器是我自己研发制作的，因为这一台是专属用低基精。那这一台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同时可以做真空杀菌。因为外面一般我们做低基精以古早的方式，它就是用蒸汽下去，我们就简称叫蒸汽回流法。那蒸汽回流法它是用水加温，然后让鸡只它本身的土体它慢慢去让它流，像蒸汽浴一样，让它流出它的汤汁下来。但是这样子就有水的成分，跟它里面的营养就会稀释掉。那我们用这个方式，就是也是用隔水加热的方式，但是它的温度跟压力要有，它这个钢板用这个钢板非常厚，它就用它慢慢用长时间慢慢让它逼出来。肖友伟表示，100斤的油一鸡吧，经过48点钟的提炼，平均只会当做出155罐的猪鸡精。虽然高工又够了时。但是会当将这个够健康又够好口味的产品推荐给大家，一切拢真价值。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为了鼓励媒体制作优质的儿童少年节目，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特别主办颁奖典礼，并且评选出得到5,000的优质儿童少年节目。今仔日要带你来看的是得到5,000推荐，由原住民族电视台所制播。跟着大饼去旅行。很明白为什么他们每一个人都这么体贴，就是因为他们是共同生活，他们要随时注意每个人的举动啊，大自然的变化啊，天气啊。由原住民族电视台制播的《跟着大饼去旅行》，荣获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评选为5星优质儿少节目。跟着旅人的脚步出发，带观众看见部落世世代代保存的族群精神。其实得奖真的很开心，因为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大的鼓励。要制作这样的节目，就是可能包含前置期都要花到在1个月以上，然后寻找对的人去部落里面，然后在部落里面发掘更多的一些，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部落的小朋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些能力啊，或者他们可能在想的事情，其实跟我们的想象会不一样。所以每次在寻找题材的过程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开心，然后也是一种学习，然后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团队，因为有原民非原民，大家都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很多事情。这件事真的让我觉得是最大的价值，所以能够鼓励我们去做这样的节目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就谢谢。其实我觉得儿少节目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要发展的方向，然后尤其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媒体，就是很直接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是甚至是现在的平台也越来越多元，如何让大家留在电视上面去收看，或者是突破这些平台到更多可以传递的方向，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现在孩子看到的东西实在是都太超龄了，对，所以常常我们自己在对话过程也会吓一跳，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对，尤其是我们要跟抖音拼命，所以，对，因为每次去大家都跟我们讲他们在看抖音，对，所以我觉得要怎么样去给他们一些很正确的资讯，或者是去更了解小朋友想要什么，这件事真的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课题。优质5星儿少节目，用心拍摄，内容精致。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欢迎民众踊跃收看，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媒观也感谢中嘉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赞助经费，支持这项优质儿少节目的5星奖活动，一起从儿少视角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19度到26度，落雨几率有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早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3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